美国甲法国的新创企业合作，等来研究甲细菌放伫花卡内底，利用这款细菌来吸收空污，未来有可能会改变食物的基因来制作。 这一盆一盆，亲像盆栽，搁亲像蔬菜的食物，都是这间新创企业的秘密武器。研究人员伫食物的叶啊、根，也有周围的土内底，放入特别的菌种，创造两个共生的环境。因为这个菌种负责吸收空气中的污染物。 室内污染物来源真侪，包括二手烟，也有拜拜用的线香这种的碳化物。另外，室内装潢则会出现会散去的有机化合物 VOC 等等。一般人拢会使用空气清净机，也是讲会有空气清净功能的冷暖气机。The pollutants we target, VOCs,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, are hardly addressed by air purifiers. Most of them cannot deal with them. So that's where nature comes in. 所以上两做要使用空气清净机减少室内二氧化碳的污染物，机器的换气功能爱真大，路网的消磨嘛真济。另外，使用离子清净技术的清净机，也有可能制造伤过侪臭氧，危害人体的健康这个顾虑。所以研发团队使用的方法，都是和特别的菌种，伫食物的叶啊，也有根部的土内底循环。La plante est là pour créer cet écosystème, cette niche écologique pour la bactérie. Donc on a un système de symbiose entre plantes et bactéries qui fait que les bactéries sont contentes et sont capables d'absorber ces polluants de l'air. 研发团队指出，目前的做法只是第一阶段，下一步是要进行基因改造，直接用食物的代谢功能代替菌种，进行空气的清净工作。公司新闻，戚家人编译。